继续关心以色列去攻击巴勒斯坦，双方上报有13个人死亡，超过140个人轻重伤。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拜节时嘛发布恐怖攻击，发生恐怖攻击，这是有一个查甫人塞车去弄公车亭，造成8个人轻重伤。罗马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有承认讲，这就是因做的，因是要保护，这是保护以色列的行动。 车辆攻击现场，白色的小货车已经弄甲密密麻麻，边仔有1号人员杀掉大家要甲伤患送去救护车。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测试发生汽车冲撞行路人的事故，一名巴勒斯坦查甫人开车弄入去公车等车停，造成8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重伤。驾驶佮骑刀仔落车，继续攻击其他的人，当场互其他民众开枪大死。这个事故发生的整整一天，以色列才用反恐行动做理由，对巴勒斯坦城市泽宁展开袭击。 当地的人民也嘛受到影响，真侪人死伤。لا في عبوات ولا في صواريخ ولا محل احدي بسترزق منه حرقوا لي المحل ملان يعني هذا دمروني بس جايين هو يخربوا الاقتصاد ويخربوا الوضع بس مش لاقيين شيء وين المقاومه مش مقاومه محل مقاومين محل احدي WHO 世卫组织表示，巴勒斯坦救护人员和紧急去营地部分地区救重伤的人。这个袭击已经造成包括3名无到18岁儿童，拢总有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佮超过14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是30人重伤。对以色列发生的汽车弄行路人的事故，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承认犯案，佮俄罗死亡的驾驶是英勇，表示这是对以色列袭击泽宁的报复行动。 虽然以色列军队在测试暗时用原行政不做理由撤出泽宁，巴勒斯坦民众有关是真生气。نتنياهو شو اخذ؟ ولا شيء ولا كسب حاجه دمر خرب هاي سياسه اسرائيل وهاي دأب اسرائيل من يوم ما قامت خراب قتل دمار لم يصنع السلام يوما من الايام ولم يفكر بالسلام. 英国媒体 BBC 报道，受到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各伫病院外口向以色列军车牵石头啊，适合发射催泪瓦斯。无国界医生组织嘛破案讲，以色列军队用杀土机沿途破坏经济道路，互医护人员必须要用行去救援。讲是新闻台是同朋友。